喂，大家好，歡迎一齊嚟食一食今日嘅娛樂花生。今日嘅娛樂圈真係好熱鬧，有金曲獎嘅星光熠熠，又有演唱會嘅精彩 moment。等我哋一齊嚟八卦一下。首先講下啱啱喺6月28號喺台北小巨蛋舉行嘅第36屆金曲獎。今年金曲獎好特別，唔設主持人。改由 Energy、Misia、魏如萱等等6位引言人輪流串場，成個流程都好緊湊。張清芳相隔咁多年再做頒獎人，證明佢寶刀未老，依然咁有魅力。講到得獎名單，魏如萱犀利喎，2度攞到歌后寶座，呂士軒就成為嘻哈歌王。李竹森呢位法式台語歌手可以話係今年嘅黑馬，一夜爆紅。仲有 Energy 嘅星期五晚上攞到年度歌曲獎，恭喜晒！喺新人獎呢，就由甚屑山姆、愚公攞到黃子軒，牛蘇嘅表現都好亮眼呢。紅地毯環節更加係花生友嘅至愛，今年嘅女星造型真係爭妍鬥麗，蕾絲褲裝、蝴蝶結、透視造型、長袖禮服，乜嘢流行元素都有，成為全場焦點，喺網上引起好多討論。總之，今年金曲獎氣氛熱烈，展現咗華語音樂嘅多元同埋創新。講完金曲獎，我哋轉場去演唱會。亞洲天王周杰倫喺6月27至29號喺香港啟德體育園主場館舉行咗3場嘉年華世界巡迴演唱會。第2場嘅演唱會仲請到日本男神山下智久做嘉賓。呢個組合真係不得了，佢哋喺台上合唱經典歌曲《等你下課》，又 show 日文、國語、廣東話，引爆全場氣氛。山下智久出場嗰陣，全場觀眾都瘋狂尖叫，話係夢幻嘅世紀畫面。佢哋兩個喺演唱會上面互動好好笑，山下智久仲搞笑咁亂教廣東話，引得全場大笑。周杰倫呢，今次演唱會呢，好多香港同亞洲歌迷呢都嚟捧場啊！後台呢，仲收到成龍啊、劉德華啦、張學友啊、郭富城啊、五月天啊、任賢齊啊、謝霆鋒啊、容祖兒等等巨星送嘅花籃啊，場面墟冚啊！除咗周杰倫啦，五月天都將會喺7月喺台北大巨蛋開演唱會。一連3個禮拜，總共8場，仲要雙主題連唱，真係好犀利啊！田馥甄呢就會搞一個叫做田調嘅野地小巡演啊，喺台灣唔同地方搞10場，門票仲要實名制，確保大家買到飛。今年仲有陳奕迅、周華健、林俊傑、伍佰、831等等歌手陸續公布演唱會消息，高雄啤酒節都會有演出。大家記得留意售票資訊啦。講埋韓國同日本歌手嘅消息，韓國女團 Twist 將會喺11月喺高雄世運主場館開出道10年嘅第一次高雄演唱會。娜拉就會喺7月4號參加高雄啤酒音樂節。Blackpink 都預計10月會嚟高雄。Vivi 都話11月會嚟台灣演出。Mamamoo 援星喺6月14號喺林口體育館參加咗2025 K Wonder 拼盤演唱會，嗰個演唱會仲有 Day6、Bad Villain、Shiny 泰文等等韓星。至於日本嘅歌手，濱崎步、Sekai、No Owari、齊藤和義、Creepy Nuts、YOASOBI、倉木麻衣等等都會喺今年喺台灣開演唱會，大家記得留意售票日期啦。最後我哋再講下金曲獎紅地毯嘅花絮，陳詠希着咗一件價值過千萬嘅透視裝，真係好性感。Jay Sheeran 就以金髮造型亮相，都好搶眼。Energy 以4缺1嘅陣容演出，帶嚟一波回憶殺。仲憑住星期五晚上攞到年度歌曲獎，真係恭喜晒佢哋。今年金曲獎紅地毯呢，好多女星都着長袖衫同埋蝴蝶結，展現個人風格，成為時尚焦點。好啦，今日嘅娛樂花生就食到呢度。總括嚟講，最近娛樂圈真係好多嘢發生，金曲獎、演唱會、
明星動態，樣樣都精彩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華語音樂，留意自己中意嘅歌手嘅最新消息啦。記住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我哋下集再見。